各位兄弟平安，咱今来去唱一条。今仔日有若真活泼，今仔日咱是圣爱的主日，所以咱就带着欢喜、弹琴、拍鼓来学了主。所以咱来吟圣诗17首，到时诗班若有人会当摕，不管你是拿沙林，不管你是拿响板，不管你是拿铃鼓，其实都可以一起来。好嘞，17首，着恩主上帝唱诗歌。各位兄弟平安！咱即马要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，请大家将你的手机关机。
着对上主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，着对上主唱歌，称赞伊的名，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，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，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，因为上主至大，应该受极大的称赞。请咱同齐起立。用献诗第17首，着主上帝唱诗歌来称赞阿罗咱的上帝，请起立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上帝，你是公义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认罪，求你的名愿，互阮的过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洗清，帮助阮会晓日日遵探你的旨意，尊你最大，成做真正有福气的人。求主的神甲郑明堂老师同在，祝福今仔日的礼拜。互今仔日无论是讲的、唱的，也是听的人，拢得到主的施恩甲祝福。只是，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显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。亲像阮也为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市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上帝。先来启演，启演文第22篇，也就是诗篇95篇，我来启，请兄姐来引。
咱用交托的方式来体验。来啊，咱来唱歌阿罗上主。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。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要对伊唱欢喜的歌。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是赢过一切生灵的大君王。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，极悬的山峰嘛伫伊手内。伊创造海洋，大海属伊。伊嘛亲手创造陆地。来啊，咱来鞠躬敬拜伊。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咱是伊牧养的羊群，是伊照顾的子民。即是咱来恭听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圣经节有两段，第一段经文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。路可背担担的人，拢着来我遮，我要互恁安息。第二段经文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。安尼，无论啥物人，若甲基督结连，就是新创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但拢变做新的。我用华语搁讲一摆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都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得安息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。所以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时，诗班要带咱来学罗上帝，因所要吟的诗歌是放落你的重担。
愿一切水的歌声，诚做芳芳的祭，达到上帝面前，得到主的欢喜甲感乐。今仔日郑明堂老师要为咱带来诗歌分享，愿上帝祝福郑老师的分享，将时间交予郑老师。多谢。咱敬听牧师，牧师对，牧师，牧师平安，咱兄弟大家平安。非常欢喜今日来到咱南洋教会，要甲咱兄弟同齐敬拜上帝。伫遮，咱要献上咱的感谢，咱也要献上时，咱献上咱的懊恼，用诗歌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咱的主。也愿主的圣神即时降临伫咱中间，成做咱极大的祝福。有一摆我行入去是个商店，最近尔，我行入一个商店，我袂记戴口罩，我就歹势，敢着戴口罩。迄内底甲讲，毋免啦，毋免啦，兄弟，迄种感觉有一点像拨云见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过去的阴霾拢过去啊啦，过去的忧闷烦恼拢过去啊，过去咱3年安怎担当遮的苦难拢过去啊，至少咱无搁再惊吓。兄弟，当疫情开始的时候，我有朋友伫纽约，就第一时间无药好医，就死去啊，43岁。有可惜无？有，迄个惊吓一直拢持守，一直拢维持伫遐，维持那个恐惧3年之间。包括我的囡仔去美国读册，2020年毕业，伊伫遐找头路，我嘛惊伊丢着，叫伊莫食头路，紧转来。即种的惊吓，毋是一般人会当想象，总是上帝互咱体验着安怎伊甲咱同在的感觉。咱的主甲咱同在，今仔日唱的诗歌，都是圣乐队甲咱唱这首诗歌，讲恁的心毋免惊吓，苦难拢过去啊。这歌是我伫疫情当中写的，我感觉真惊吓，因为还袂注疫苗进前，拢足惊吓。总是当咱住来了后，敢就无惊吓，嘛是有缘可有，因为有的重病的人，伊有缘嘛会有危险，所以兄弟，当咱的性命感觉到威胁的时阵，你安怎处理着你家己的性命，还是讲你家己的人生？今仔日我带来一个题目叫做“生命如戏”，就是讲咱的性命，敢若是咧演戏啦。有足侪人拢讲，你摕你的性命咧滚耍笑呢？性命滚耍笑，表示讲咱的性命足重要，你袂当家摕来滚耍笑。上帝要固守咱的性命，当你看见过去这3年，咱遐尔辛苦的过日子，上帝搁再互咱一届有要平静的生活的时阵，咱要献上咱的感谢，咱要用歌声献上咱的懊恼，好无兄弟？我今仔日毋是要来做歌星表演，我乃是要来甲你用诗歌、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上帝。所以我用诗歌的时阵，兄弟，我欢迎你甲我同齐唱，敢好？好无？爱大声吟，你讲我都袂晓吟啊，袂晓吟，你拄着会晓吟的，你就甲吟；你袂晓吟，反正你也无麦克风啊啦，也无人听有你有咧吟，也无咧吟。但是咱为心底唱出来一首新的歌，就是上帝所欢喜的歌，好无？所以咱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的时阵，咱用这首诗歌，我要吟诗懊恼上帝，咱来甲主讲主。过去3年的惊吓，你保守我，愿献上感谢。为日出到日落，我有时阵惊吓，总是主你帮助我，我直接献上懊恼甲感谢。所以兄弟，等下我哈利路亚的时候，我要把麦克风互你唱哦，刚好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来。我要吟诗懊恼上帝，感谢你受赐我。感谢你。
说咱伫上帝殿院内面，咱献上咱的感谢，用歌声，用咱的心情对主讲主。每一个下早时啊，我目睭起开的时候，要看见到你的荣耀，要看见到你的恩典伫我的身躯边，我们用诗歌来学乐你，好不好？一起来。我要吟诗乐上帝，感谢你受赐大恩典，对日出到日落，你的名无改变。我要吟诗感谢乐你，哈利路亚，好，你同齐来。感谢我们的主耶稣赏赐给我们诗歌，赏赐我们一颗赞美的灵。感谢主，我们用掌声感谢我们的主耶稣，阿们。你看这通常长老会拢无咧拍手啦，所以你拍手我就讶异的啦。咱搁拍一摆好，咱将眼光归于上帝，阿们。感谢主。那等一下你只要要拍，你就这样拍就好了。因为我家己嘛是长老教会出身，足侪长老牧师拢会甲讲，莫唱一条诗歌就拍手，莫唱几条诗歌就拍手。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说，当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欢迎他，我们还是拍手，但是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规矩。所以等一下你若足感动，你就安尼就好，好无安尼？感谢主，我甲你讲哦，其实你已经落入我的圈套。为什么落入我的圈套？我讲一段故事了，我甲你讲，我放了什么圈套。有一摆我要来台北，嘛是像主日安尼做诗歌见证分享。拜四就敢若像即阵安尼哦，听到风台要来，我就甲我的同工讲，咱拜五就来准备来台北啊，无若是迄个台风是从宜兰这边来，还是从台北那边来，宜兰穿过台北，安尼我们礼拜天很难开车北上哦。阮通常若是北上，阮拢是安尼，透早6点为台中出发，足辛苦，总是阮足喜乐，因为阮知影我们要服侍的是我们独一无二的真神，所以我就甲我的同工，伊叫阿九啊啦，甲阿九也拍手就好啊啦，他帮我很多忙。他很久的久啦，他的名字里面我拢叫阿九啊，足够水的名。我就阿九啊讲，阿九啊，咱拜五我来滑手机看看有没有那个便宜的那个旅馆啊呢？你想拜人没有那个便宜的旅馆啊？足少的啦。竟然我祷告之后，竟然滑到一个在汐止有一个很不错的旅馆，还不贵，所以我就给他定下去了。然后阮拜六透早就为台中回来准备，明仔载要做迄个礼拜嘛，主持那个礼拜在台北市。你敢知阮开甲新竹，就小刮风，开甲桃园，就中风中雨，开甲台北，扫来扫去，我甲阿九讲，阿九啊，咱来去南港买一个便当。咱住汐止，咱就莫阁出来啊安尼。
兄弟，我就讲我台北较熟，因为我伫台北读册。我讲我台北较熟，啊无换我开车，你去买便当，伊去买便当哦，换我开车，我拢无叮当哦，我拢甲他握住方向盘尔。我讲等一下哈，我到汐止的那个旅馆，我也很熟啦，所以这条路我开就好了，安尼。兄弟，我就便当徛看到迄2粒便当，哦，足欢喜的。啊，搁5、6点啊，巴肚枵超，特别5点尔，4点外啦，啊，未6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感谢主。大风大雨我们都没有遇到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不用出来买便当了啊，不用觅食啊，所以开到要右转，我就打一个右转灯。阿叫我讲，老师你是无开电火吼？我讲有啊，我有开电火，我也无开啊。我你拄则安怎？我这就是安怎啊？我讲，那也无，敢若没有右转灯在闪哈。伊讲，咱就无电。无电的当下，伊就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啊。但是我对车无熟嘛，我敢若对音乐有熟尔，迄车拢无熟啦。伊知影发生啥物代志，伊心内想啊，糟糕，可能发电机歹去啊。我安尼拍过心，无火的死，开始足焦虑。但是一个声甲我讲啥？我靠上帝，你无惊；我靠上帝，大风大雨你拢免惊。我就跟阿舅讲，阿舅没有关系，这一段路差不多1、2公里而已，我们把它开完就好了。你刚才开到旅馆的前面，竟然规排拢车，我们开在中线、右线拢中车，我们就突然就旅馆到啊！迄边啊，迄台车的人拢在去迄汐止迄个 Costco 啦，迄个好事多啦，正大牌，我嘛游完，佮拍一个右灯，就讲你唔免拍啦。都无电，你唔免怕啦。我讲安尼要安怎？安尼要安怎？还是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主耶稣任何一个时刻都在帮助你，特别他是急难中的帮助。你敢知我就安心来，我想好无要紧，总是有一台车会互我入去迄个旅馆安尼。我就在试着转弯的时候，叫伊个把门拍开啊，把门拍开伊安尼。伊把一台车拢动起来，我就安全进来了。安全进来，我们就想说，安尼我明仔载要安怎去到教会？因为阮到教会市中心还阁足远啊，10指到市中心的，足远的。所以，我第一时间靠牧师，牧师要安怎？要安怎？牧师讲你唔免紧张，我甲你讲，我只甲干事讲，干事阮来租车，甲你的家私拢载来安尼。当遮的代志拢用好，其实我嘛拢无烦恼，但是阮犹原用人的办法去设法要安怎把这台车修理就好，因为这台车袂当一直放伫台北啊，嘛袂当一直甲人放伫旅馆的停车场啊，所以我就敲我的迄个台中的师傅讲要安怎，伊讲你迄就是发电机歹去啊，你袂当去开啊，你若去开你掉入路中哦，你若去做风台吼，你会足麻烦的哦。我开始祷告，我说神啊，帮助我。你是急难中的帮助，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依靠你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力量，我们就得着帮助。这我拢无足慌哦，无足慌。但是有朋友就关心我，就讲：老师，你紧卡迄原厂修车厂，你拢卡。我其实没有很想打，因为我知影上帝会帮助咱，因为咱拢是上帝祝福的囝儿，所以我靠伊就好。我就静静的坐在那里祷告，就开始联络，看有修车厂，逐间拢讲超过5点啊呢，阮拢休困啊呢，搁拜六，搁风台，无人啊啦。我们就想说要不要去跟柜台讲一下，拢总伫迄个紧张当中，还是讲迄个无助当中，阮的财富竟然敢讲，老师，我甲你讲。我赶3粒马地里去甲你救。台中的师傅他不是基督徒呢，主耶稣也可以换叫一个基督徒，嘛当叫一个非基督徒，叫一个唔是基督徒的师傅，要来帮助我。你看咱挖靠主，咱的福分有偌大？你知道在那个当下，我一直祷告我说神啊，安静我的心。我为了明天的服事，我一定要安静我的心，我不能让自己心慌慌。我每当我家己心光火热，把所有的这个行程都打坏了。
兄弟，当咱有困难、有需要帮助的时阵，倚靠主就是上大的帮助。所以，我拄则讲，你已经落入我的圈套，就是我要来唱一首歌。这首歌叫做《倚靠主的人有福分》，但是我唱2句，你唱2句，就是我唱2行，你唱2行。为什么你讲落入圈套？因为我听到你足好唱的啊，你足好唱歌的啊。等下我唱两行，啊，你唱2行，安尼敢好？好啊，好拢无力啦呢，拢唔敢啊吼，敢好啦？好，我甲你讲，有信心就必成就啦。因为吼，2行的 melody 拢共款啦，就是我唱的 melody， 甲你的 melody 是共款的。啊，你干那家字换过安尼就好啊，好无？咱来感受咱倚靠主迄个福气。咱恳求主的时阵，咱的主有在听咱祈祷啦。咱的主有看见着咱紧张的时阵啦，兄弟，若是每一届你拄着忧闷、烦恼、艰苦、紧张的时阵，只有倚靠咱的主，咱才会当感受到咱做基督的囝儿有偌尔啊福气，好无？用这首诗歌，咱同齐来学罗主，来倚靠咱的主。这首歌叫做《倚靠主的人有福分》，一起来。前2行我唱哦。后2行你唱，哎，会记哦，注意听那个旋律哦哈。咱人拢着知影主的恩典好，充满天边来的如喜乐。咱着乐观祈祷，恳求主同在，主的来就是有平安。每一日甲主相甲同行，倚靠主的人有福分。倚靠主的人有福分，咱人拢着知影主的恩典好，充满天边来的如喜乐。咱着乐观祈祷，恳求主同在，主的来就是有平安。每一日甲主相甲同行，倚靠主的人有福分，天主来的享受恩典，倚靠主的人有福分。哈利路亚！感谢我们的主，兄弟，当你咧唱歌时，上帝甲咱同在，伊要开你的嘴，伊要开你的心，互迄个感动从咱心底出来。无管你会晓唱袂晓，咱拢来学罗主，用咱的歌声吼，一起来。咱人拢着知影主的恩典好，充满天边来的如喜乐。咱着乐观祈祷，恳求主同在，主的来的就是有平安。每一日甲主相甲同行，倚靠主的人有福分。天主来的享受恩典，倚靠主的人有福分。咱人拢着知影主的恩典好，充满天边来的如喜乐。大家来。咱着乐观祈祷，恳求主同在，主的来的就是有平安。每一日甲主相甲同行，倚靠主的人有福分。天主来的享受恩典，倚靠主的人有福分。每一日咱再来，每一日甲主相甲同行，倚靠主的人有福分。天主来的享受恩典，倚靠主的人有福分。倚靠主的人，倚靠主的人有福分。倚靠主的人有福分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。啊，你忍不住要拍手，你拍太大声了，我听到了。我有说要这样。感谢主，我们归荣耀给上帝，我们归我们歌声美妙的歌声献给主耶稣，归荣耀给他，阿们。我们常常在外面跑，我们都跟神说：“神啊，我们把我们的前面的道路交托在主你的手中。”去年我遇到一件
很难过的事，就是我认捌的一个牧师，他礼拜天主日礼拜完毕，然后下晡因有一个会要开，他就去，回来就被车子撞了，生命就没了，就难过，真的很难过。所以我开始想，咱的人生有时候，敢若嘛是像一出戏同款，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个演戏的当中徘徊来徘徊去。咱的生命，上帝给你的角色是什么？上帝爱你演什么款的角色？今仔日上帝互咱演一个最基督徒的角色，咱就真心真意真性听主。咱唔是讲我们的生命反正就这样子过了就算了，唔是，那是如何把你的生命过得更加的精彩。所以我今仔日用一个题目叫做“生命敢若在演戏同款啦”，你的命敢若戏。请这我要请问你，你对你这出戏，你有满足无？你有满意无？足侪人会讲，无啦，无足侪钱的啦，无啦，咱生活也无咧偌快活，迄哪有啥物满足满意啊？兄弟，我为18个月开始，我患着小儿麻痹，我行路都无好势啊。我一直都在抱怨当中生活，我差不多青年时代，我拢是抱怨。每个时间，只要有活动，大家在跑，然后我不能跑；大家在动，我不能很动的时候，我还心里很难过，我很抱怨。但是当我真的与主更加亲近的时候，我甲咱的主愈接近的时候，愈结连的时阵，我知影我的主要保守我。你敢知迄天我看到 YouTube 一个人伫 talk show 内面，伊讲啥？这个人是得脑麻的，伊出世就脑麻啦，脑性麻痹，所以伊行路就是安尼。然后他调侃他自己，他调整他的人生，怎么调整？伊讲奇怪，我到我知道代志的时阵，我捌代志的时阵，我看这个世界那拢，大家人拢无正常。因为伊掠做正常的人行路是安尼啦，所以恁行路足正常的人，伊掠做恁拢无正常。兄弟，有时阵上帝要互咱的一个锻炼、一个操练、一个试炼，咱唔免掠这来做怨叹的理由，唔免掠这来做怨叹的借口。咱常常讲上帝安怎听啦，安怎听啦，你有去感受无？上帝要互你这个角色。伊望你演了真好，伊望你的生命会当足精彩，乃毋是逐工伫迄烦恼、艰苦、忧愁、怨叹当中咧过生活。所以我知影我的主是我的帮助，我的溃烂了后，我就不再怨叹了，我就勇敢的站起来。我虽然没有说，恁行路足无正常的呢，我敢若换较正常呢。你敢知我细汉的时候，我常常被取笑。你走路怎么不走正一点呐？行较正，你袂晓晓，我都袂晓啊。我都长地骹，你是要叫我安怎行足正的啦？无法度。总是当我知影我的主甲我创造变成这款型的时阵，迄是一种操练，迄嘛是一种束缚，嘛是一种福气。我就知影主每时每刻甲我同在，我毋免惊吓。所以兄弟，咱的人生敢若在演戏。演戏，既然你在演戏，你在演这出人生生命戏的时阵，我爱甲你交代第一件事，请你放落你所有的忧愁、烦恼、重担。你艰苦时，你莫怨叹大声，乃是你亲近咱的主大声。你甲主讲，主啊，我拄着患难啊，我拄着艰苦啊，拄则我的车歹去，我安怎甲你讲？我第一时间我就讲，主啊，救我！主耶稣啊，帮助我！我不是把信用卡拿出来拖吊车来调走我的车，不是，我乃是安静我的心。我说主啊，帮助我，主啊，帮助我。当大家都还在忙着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已经有主耶稣的帮助了。兄弟，当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的生命这出戏，你要安怎演，就是倚靠咱的主。所以我带来一首诗歌，多甲献歌队壮歌。牧师甲我讲，我明仔载要唱放落你的重担。我讲牧师，
我嘛准备放落我的重担呢，因为我今仔的圣经节，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放下你的重担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得安息。啊，拄好我的圣经节啦，所以我唔知影咱的老师教我那么有默契，选了同样一个歌，所以我就说，我跟牧师讲，啊，不，我来盖好，我来盖好啊。昨天晚上来听圣歌队唱完的时候，我说没有关系，因为安怎你敢知？因为搁再一摆甲你强调，你的人生唔免派着一个重重的壳倒啊行路，你着放落你的重担。你若像一只牛派一个壳，伊永远拢是行足慢的，伊永远拢是行足慢的。你的骹袂轻，你的心情袂快活。所以兄弟，咱要互咱这出戏演了真好的第一个秘诀，就是放落你的重担。无管上帝互你偌艰苦、偌歹演的这个角色，只要你放落你的重担，你可以很自然的去揣摩我这个人生。哦，今仔日上帝你爱我演一个摆卡，我安怎揣摩那个摆卡的角色？上帝你今仔日互我演一个善恰人的角色，我要安怎自处那个穷人的角色？要安怎处理迄个善恰人的角色？也是讲，上帝你互我演一个足富有的人，我要安怎做一个富有？也是我演一个皇帝，我要安怎演？兄弟，上帝爱你演的，你就尽心尽力去演就对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用这首诗歌，搁再一届来强调，再一次的强调，你的生命的戏，第一个你一定得放下重担。放下那个导演或是编剧给你的剧本很糟糕的，但是你放下你的重担，去揣摩你人生的角色，你的生命才会有意义，好不好？咱搁一个来唱这首诗歌，放了你的重担，这是你生命要演这个生命这出戏的第一个要诀，好不好？我们用敬拜版的，我们轻轻快快的唱，有挂号你唱啊哈，挂号，圣歌再来。我看地球。路途，我感受风在吹，我看见水在流阮的花，我知影主你拢伫这，人生苦难的脚过，主听见咱的。这歌词当中写着讲，恁的心唔免惊吓，因为咱有主下好做咱的靠山。拄着困难、艰苦、忧闷、无平安的时候，咱的主正做咱的气力，正做咱的帮山。一起来感谢他。我看地球天的路途，我感受风的吹。
感谢你，谢做阮的气力，谢做阮的帮衬。你叫阮心免惊吓，阮就心免惊吓，因为主你甲阮同在，阮感受到迄款的气力。阿门！感谢主，我太开心了耶！让整个殿堂充满了喜乐的声音、赞美的声音，咱的主听起绝对是足欢喜。阿门！感谢主。我来台北读册，有一摆看到一个黑日送，伊挂一个足重的迄个行李箱，迄时阵的行李箱是用关的四角形的、定定的迄种的，唔是像即个拖的安尼，唔是，迄阵是安尼，然后伊可能有60几岁吧，步履蹒跚，甲我多真配合，因为我摆骹。我排一个牌啊，我还阁少年囡仔，我台北读册你也走，阮为着要赶头前一班客运呢，我袂记你要去倒啊，但是我看伊安尼走，我嘛安尼走，伊慢慢啊走，我歪歪啊走，我歪一个走，走较多客运差不多50公尺尔，也是。100到50中间，伊突然间下把伊的行李安尼放落来，我为遐走来，我讲何先生，你是安怎？紧嘞，车都要开啊，10点55个，咱这帮人无赶着，爱等2点钟哦。伊讲，你少年的，你走好啊，我想我也赶袂赴啊，迄阵才10点52啊50分啊，反正要很赶就对了。伊讲你少年，你走较紧，你走。我讲何先生，我拜靠，我嘛袂走足紧的呢。无我陪你好啊啦。伊讲无啦，你的少年时间较爱珍惜你的时间较宝贵，你紧撞。我讲我嘛袂当撞，可能撞到头前我就跋倒安尼。伊讲何是安尼吼？因为阮某嘛有甲我交代啦。何先生甲我讲，阮某嘛有甲我交代啦。你若每一摆咧赶车的时候，赶袂赴，你拢唔免赶，你迟到，我袂甲你骂。你若跋倒入去急诊，我入来病院第一代志，你拢无听我的话，我听甲耳孔拍。我讲何先生，你这体力足好的呢。一直到我读到这个圣经节，烦恼苦担重担的，放下你的重担。你足艰苦的，你为什么要行到客运的头前都拍你啊？双脚拢流血，双手骨拢流血，去病院急诊，安尼敢有较好？无较好。兄弟，咱足侪时阵，咱要演这个生命这个角色的时阵，你拢得惊，你拢想讲安尼过就好啊啦，安尼过就好啊。你无想到这个过程当中，真正会发生什么代志？若发生流血的代志，迄偌艰苦。所以，迄个艰苦毋是你尔呢，别人嘛咧替你艰苦。所以兄弟，当你这个时阵，你真正行到头背足重的重担。即便是你欠银行钱，我甲你讲，上帝嘛要互你有解决的办法。你唔免想讲，我欠人啥物，我一定要安怎都安怎，然后把自己搞得很忧郁，甲家己用甲足忧愁安尼，唔免。上帝爱咱过人生是放落你的重担，过你的喜乐人生。第二个，咱着甲咱的主相同大做伙，甲咱的主大做伙啦。你有当时你拢想讲，人生就是我自己呀，我什么事情都嘛我自己。特别我甲你讲，我这人足独立的，我有专的时候我就开台北读册啊。所以我来台北读册，我就是自己，我拢无亲人哦。还是我姐姐后来才都嫁上来台北，我才有点觉得说，我还有亲人在台北，无我拢无，我家己来赶一架飞机，排一个批，安尼就来读册啊。我来读册时，我妈妈爸爸就告诉我，上帝就是你的伴，主耶稣就是你的伴，阮照顾你袂着啊，你要独立。我就告诉我自己，当我独立的时候，是主耶稣在陪伴我，我不是自己一个人。那这我就安尼成为一个独立的人。
我新航一毕业，我去美国读册，我也是一样，照样就是一个人。我嘛告诉我自己，我要独立，但是我知道我不是自己一个人生活，我乃是活在基督里面。他的这个《哥林多后书》第5章17、18写的讲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要变成新的人。所以我每一届我拢甲主讲，主啊，当我依靠你的时候，我得到你的气来时，我就成做一个新的人啊！我无搁再为着过去的代志忧愁，我无搁再为着即阵解决袂掉的代志拄啊艰苦。我要成做新创造的人，因为我靠主你，主你互我气力，主你要互我帮助。所以，当你活进来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必然不一样。所以我有一首诗歌，叫做《我要活在基督里面》。今天我想也有牧师有华语堂的啊，所以你看我有贴心哦，我还带来华语歌，我带来这一首华语歌，我要活在基督里。但姐你就当更感受到我的贴心，但是我不爱和你，我不爱甲你卖关子，我直接甲你讲就好啊。就是头前2遍是唱华语的，后壁1遍半是唱台语的，安尼刚好。啊，你甲我唱，我们一起住进来耶稣的身心灵里面，让我们的身心灵让耶稣来洗涤你，你的性命就要无同款，你的性命这出戏就要愈演愈好，好不？第2个好处就是咱带入来伫咱的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成做新创造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成为新造的人，让我们生命的故事不再是旧的故事，乃是充满新的故事，好不好？一起来！我要向人夸耀，我活在基督里有多么的喜乐，有多么的平安。一起来！我要向人夸耀，我活在基督里，不畏艰难困苦向前行。从今时直到永远，我要与主连结，成为他子民，荣耀他圣洁美名。我要活在基督里，享受主恩的甘甜。我要活在基督里，我要成为新造的人。我每天都要活在基督里，我要高举你荣耀的美名。我们一起来！我要向人夸耀，我活在基督里，不畏艰难困苦向前行。从今时直到永远，我要与主连结，成为他子民，荣耀他圣洁美名。我要活在基督里，我要活在基督里，享受主恩的甘甜。我要活在基督里，我要成为新造的人。我每天都要活在基督里，我要高举你荣耀的美名。主啊，我要活在你的内面，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过去拢成做过去，搁再一摆新的生命，才是主你爱阮过的生活，爱互阮的生命，阮直接献上感谢甲学乐。愿兄弟你得到上帝，互你新的生命开始，成做新创造的人，成做好的基督徒，有主耶稣样式的基督徒。咱同齐活入来主耶稣内面，一起来。我要伫主内面，成做新创造的人。我心对主脚步行，对真实的高原远，我要甲主结连，正做你的囝，荣耀你一生尊名。一起来，我要活伫主内面，享受主丰盛恩典。我要活伫主内面。对你献给的兄弟，我每天都要活伫主内面，
位置，拢要活伫主内面。高举你的名，搁唱哈利路亚。来高举主的名，高举你的名，搁唱哈利路亚。主啊，阮感谢你。感谢你，互阮拄着患难的时，阮会当秘入来伫主你的内面；拄着困苦的时阵，主你是阮避难的所在。阮献上懊恼甲感谢。当阮带入来伫主内面的时候，阮的性命即出戏就要演到愈来愈好。阿门。第一个，放下你的重担；第二个，我们躲进基督耶稣的房间里面。主耶稣带我们出门，主耶稣与我们同行。所以，咱要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听这当咱伫教会内面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的时阵，你要安怎回报主耶稣的恩典与爱？你要安怎回应上帝的疼？听这，你奉献，你服侍，你懊恼，咱感谢，拢是咧回应上帝。即是讲，我懊恼甲感谢会使啦，奉献吼迄度。阮家庭经济，听这，伫圣经内面有甲咱讲，你所有的奉献都是出自你的心意。当你奉献愈济，上帝要互你愈济；当你服侍愈济时，上帝要愈互你快乐。所以伫腓立比书第3章13节到14节遐有讲到，我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要有滥信呀，说我们坐在这里听讲道理，你就是已经得到了，不是，乃是要往着前面的标杆直跑。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那个标杆上面就是主耶稣放着一个很棒的奖赏在那里。主耶稣的手放你头前的时候，你要拍拼去得到啊无？啊是你刚刚都在看就好啊，安尼就有够遐啦。我安尼就好啊。兄弟，咱的教会要复兴，需要咱同齐徛起来为主做工。咱的脚若要会行路，为主行路；咱的手若要会做工，为主做工。咱的嘴、咱的心，那要会懊恼感谢，咱应该拢徛起来对主讲：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唱歌赞美你，我愿意用我们的心灵、情、诚实来敬拜你。像这，当你讲这些新创造的人，唔是干那个，唔是表面上对着人说我就是基督徒，我就是基督徒，不是，乃是在教会里面，你要用心的服侍，用心、用性。用心灵甲诚实一起来赞美，一起来歌颂，一起来敬拜。像这当家的隆重甲你提醒的时阵，你这出生命的戏就要演甲足好。你的生命要为主发光。我年少的时候我不懂事，我常常拢想讲，我这脚摆安尼行路，哪有可能有一间足好的公司会？请我咧，像这，你拄则拢有听到讲哦，我囡仔嘛去美国读册，我嘛去美国读册。阮兜做田人，我安怎去美国读册？我甲你讲，所有拢是靠上帝开力。阮爸爸去农会借钱，我的囡仔摕全额奖学金，我根本拢无开到钱。我拢无开到钱，敢毋是上帝恩典？当那个重担很重的时候。我读新南医音乐系，我第1名毕业。我想要出国读册，我倒来甲阮爸妈讲的时候，阮爸妈甲我讲无钱啦，哪有钱？我的同学、我的牧师拢甲我讲，上帝要互你开力，你才着祈祷就好。你不住的祷告，上帝要让你有意外的平安。我甲你讲，我逐天早上拢祷告。我甲上帝祷告什么？上帝，我要钱，我要钱，你给我钱。我拢逐天祷告钱。为什么圣经里面要叫你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？因为你祷告，你之后就会感谢。你唔是讲随祈祷钱随来无呢？我嘛等足一个月，阮爸甲去农会借钱，互我去读册。兄弟，当你甲上帝求讨时，上帝要看见着你的心。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上帝。而不是看你你奉献安尼遮少，无你福气无遐济，你奉献较济，安尼我互你较济，无上帝对待咱拢是公平的，无一个人会当逃过上帝的福气，
无一个人会当无得到上帝福气，乃是咱是伊的囝儿。所以兄弟，当咱搁再一摆感觉到讲咱活伫主内面的时阵，搁再一个立志，为着要摕到上帝耶稣伫遐肯赏互咱，咱安怎？咱尽心尽力来服侍，咱来奉献，咱用心来学乐，咱用心神来感谢，感谢主，互咱今仔有这个机会，他重新写咱生命这出戏。咱这出戏可能有的人嘛活了无好，有的人嘛活了无快乐。总是当你去感受到我们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那是不一样的人生，那是不一样的生命。所以啊，当我们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咱就来感谢，一起来颂赞他奇妙作为。好，用这首诗歌，咱对主讲：主，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的脚步。我相信你是圣洁的主，你是荣耀的君王。我跟随你，我必然得到福气。我有决定要来跟对主你的时，主你一定会赐福给我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颂赞主奇妙作为。我愿背起十字架，跟随你永恒道路。你是我圣洁耶稣，你是荣耀的君王，你为我在旷野开道路，你为我在沙漠开江河。我向你举手，我向你高歌，颂赞你奇妙作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好吗？我愿背起十字架，跟随你永恒道路。你是我圣洁耶稣，你是荣耀的君王，你为我在旷野开道路，你为我在沙漠开江河。我向你举手，我向你高歌，颂赞你奇妙作为。这咱搁在一摆伫上帝面前，对上帝讲：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这个生命的戏会当演了真好。乃是你提醒阮，放落阮的重担，带着阮伫主你的内面。阮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阮就要用心学乐，用嘴唱歌，奉献阮家己伫主你的面前。愿咱拢用心来感谢伊。要不要我们一起来唱台语？我愿背起十字架。
耶稣，我们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你，因为你是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的神，你是无所不在的神，你是赐福给我们的神，我们献上感谢，我们颂赞你奇妙的作为，阿们。感谢主。那这我差不多，我唔捌来过咱教会，我意思说主日礼拜。这个很不一样的礼拜，我希望我们再次复兴我们的灵，把咱的心灵拍开，复兴咱的心灵。为了教会，咱要复兴；为了咱的心灵，咱嘛要复兴。所以啊，当你要做工的时候，有足侪所在会当做工。我甲上帝讲，上帝，虽然我行路无好势，但是我愿意为主做工。你敢知我们的事工就做不完？你看我们的事工有这么多。我们这么多的事工的时候，特别最近妇女团契的恩典舞，你相信我会当跳舞吗？我拜卡我会当跳舞吗？我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愿意。我身体就越来越好，我脚也可以抬，手也可以抬，我们还这样跳舞呢。你知道我有多难撑吗？但是等上帝和你开来的时候，我就不拒绝。我说上帝，你的恩典要来，我绝对不拒绝。你的爱要来帮助我的时候，我就得着荣耀。完了周间的行程排不完。然后呢，我们最近就是因为我们的福音车拢歹，你当然看到我的福音车讲，无安怎有歹？迄外壳拢足好的啊，我嘛唔知外壳足好的内底拢歹去。迄内底佫会出烟，佫会过路。我唔知啥物叫做过路。伊就讲，你去旅馆就是踮过路啊，过迄旅馆的停车场啊。我讲无啊，迄是歹伫遐，歹去就是过路呗。我还不知道过路就是歹去啦。我们的福音车歹去啊，所以我们就是想说我们既然行程那么多，我们不要拿福音车当借口，讲上帝啊，我都周间福音车莫开找较好啦，一礼拜开一摆就好。无，我上帝，我要甲兄弟讲。兄弟，阮的行程足多，阮需要一台福音车，你也当帮咱阮无？所以今天我跟牧师跟教会讲说，你给我放一个奉献袋在你的周报里面，好不好？所以等你看到这个奉献袋的时候，你替阮奉献，因为阮遮济事工在推行的时候，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是当我们出入有需要安全的时候，我都望兄弟，你加减甲阮扛。台北的牧师甲讲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唔好小看宜兰哦，宜兰嘛足好野的哦。我就要看有影无影。伊讲你去宜兰吼，一定爱讲放3张以上，3张。我讲3张很容易啊，3张红色。无啦，什么红色的，青色的啦。我讲那我不敢讲了，所以我刚刚有讲哦，台北的牧师讲，唔是我讲的哦。所以当你愿意帮助我们的时候，你就加减甲囥一个安尼，囥较济，愈济愈好，安尼咁好。谢谢你，多谢。然后呢，这个 QR code 就是你甲扫进去我的歌拢伫内底，你甲订阅免费啦。内底有足济我新的资讯，我有新歌，我拢会抛上去，还是我有新的活动，我都会抛上去。所以你现在假如有手机，你就可以翕相机，甲伊翕一个。是无你就打正明堂安尼，你正明堂你就看到我，我有足侪兄弟，我拢会抛起你。我跳恩典舞，你也会看到。我们妇女团契或是松年，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跳，因为我跳的绝对是符合你们的，没有真的符合妇女团契，因为妇女团契都还很健壮，可是上年就需要我。有一届我跳舞，我脚拢无叮当。伊竟然少年团体人甲我，老师，我叫你第1名。我讲是安怎？你跳舞足好跳的。我讲我拢无用骹，哪会足个人跳舞拢嘛是骹安尼。我拢无用着骹，你也讲我足好跳。你知就好，阮咧骹头舞拢手出过啊，阮也袂晓用骹啦，阮拢坐咧尔啦。我讲是安尼吼。兄弟，当上帝感动我的时候，我跟神说：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。当上帝要来感动你的时候，请不要拒绝上帝对你的呼召，好不好？最后一首诗歌，我要用祝福的歌来跟你分享。一生稳定到业，我要恳求上帝，让你一生稳定到业。在这首歌开始的时候，我要跟你讲，我今天带来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。
这个小礼物就是我的一片 CD。就侪人讲啊，都无通放，不要紧，你互也会当听的人听，也是慕道友无信的人听，互伊听，记得咱基督教的歌，原来也是那么温暖，那么的好听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出去的时候，你会当伫左边遐摕一片 CD， 就是我送互你的小礼物，好吧？谢谢你，一起来。求托上帝，互咱南洋教会伫遮徛起，会当为今仔开始做工做盐，互这个社区、互这个地区的人，拢会当认捌主，因为主的恩典，互咱教也用。咱要行出去，为主传福音，将咱的福气甲人分享。我相信上帝互你的福气，也是永永远远直到万代。好吧，咱用这首诗歌彼此祝福，好吗？一起来。阮面对天下，我要开声来唱歌。我我主我的上帝，我的恩oo你的旷野输水泉，予我看见你的恩典永远到夜。我们一起来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我的主。哈利路亚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大慈爱，互咱一生恩典到夜。哈利路亚，好，你一起来。咱三个阿头祈祷，之前听到我的慈悲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福去伫阮南洋教会伫遮徛起，会当正做主你幸福的子民，阮献上感谢。愿主你继续带领阮头前的路程，互阮为着传福音的脚步，阮愿意踏出去，互阮愿意放落阮的重担，带入来伫主你的内面，正做主你幸福的囝儿。愿主你保守阮每一个人的家庭，有主你的福气甲因三角地地，有主你的平安甲因三角地地，有主你的健康甲因三角地地。愿献上懊恼，愿献上感谢。愿主你继续带领阮头前的路程，互阮会当平安顺遂，搁健康。愿献上祈祷，靠耶稣基督性命。阿门！谢谢大家，咱今仔日提醒咱家己，我要徛起来为主传福音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掌声归荣耀给上帝。再一次谢谢你，多谢。咱将时间交给李执事，谢谢。请咱起立，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。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
伊对现行投胎，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录音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现行，现各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下面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这是咱当心来奉献，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。若有第一摆来的，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，通毋免奉献。咱请曾建明执事、曾子祥执事来司献。起立来吟奉献的时光。是阮疼痛有万宽容的上帝，阮感谢你救赎阮脱离罪恶，也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。主啊，你也应阮囝劳苦陪同大人到你面前，你要互阮得到安息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也知影，阮伫你内面，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是甲你徛起，甲你同行。主，阮欢喜将你所赏赐互阮的一切恩典，也来奉献伫你的面前，成做你的路用。愿一切荣光来归伫上帝。祈祷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圣主名，阿门。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，腓立比书第3章12节。安尼，毋是讲我已经得到，也是已经达到目标。我继续直直走，毋茫通得到赏。其实，基督耶稣已经得到我。我们用华语一起再念一遍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。而是竭力追求，或许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。
秘密书，这张。好，这是咱来报告哈。在报告之前，我们先代表教会，谢谢郑明。谢谢郑老师以及阿九同工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见证分享。好，那请问在报告之前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新朋友？好，那我们来今天的报告。本主日是圣月纪念主日，感谢郑明堂老师前来分享福音诗歌。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奉献，回应上帝的恩典。今天礼拜后有爱餐，请兄姐能够留步来享用爱餐。下主日邀请杨其香传道前来分享得胜者事工以及跆拳道暑期品格营。29日下午5点半召开小会，30日礼拜后召开长执会，请长执们预备心。28至30日，我们在头城农场青少年团契要举行退休会，敬请兄姐关心代祷。31日到8月5号下午2点到5点，主日学要举办的是暑期烹饪品格塑造营，欢迎幼稚园小班到国小6年级的小朋友能够报名参加，报名费用以及相关的内容都请洽公布栏或者是主日学校长琼娥老师。8月27日下午1点半到4点半，主日学举办亲子海洋活动，费用400元。主日学小朋友会有青少年团契，我们要补助200元。相关资讯也请各位看公布栏的海报。2023年携手爱无限2.0关怀事工，请兄姐为该计划奉献一户500元。本会认领目标关怀数是100户。敬请有感动的兄姐为此关心代祷以及奉献。肢体消息以及代祷事项、注意事项，都请兄姐自行过目。上周聚会内容，聚会出席以及奉献报告，也请各位自行过目。那如果在奉献金额会计部分有所出入，再请跟我们办公室做联络。其他人这会来迎熊言祝福公祷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来祝福公祷。请牧师补充。平安平安。咱真感谢今仔日邀请到郑明堂老师来到咱中间吼。嘛请咱会通安尼继续来关心特别是音乐的事工。郑明堂老师若伫咱唱圣诗的部分吼，咱的圣诗的315首。基本稳定真正都即条咱应该拢会晓唱吼，迄就是你做的吼。好，所以教会内面
一起来祝福公道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大能，因你满有慈爱怜悯，你是我们的帮助与保护，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个时刻，都求你看顾与保守。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，求你保守台湾的政府官员与百姓都能持守良善的心，降低人性的自私与贪婪。愿你真理的灵能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使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的人都能够好怜悯、行公义，使台湾百姓安居乐业、得享平安。教会里有许多的事工，需要兄弟姐妹齐心投入，求你圣灵的火兴起我们南洋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彼此都甘心乐意地投入教会的各项事工。暑期期间有主日学的儿童烹饪品格塑造营、青少年团契退休会、跆拳道抒情品格营、主日学亲子海洋活动等各项事工。求主能够看顾保守赐福，让每位参与服事的同工身心灵健壮平安，满有喜乐。我们也要为教会里年老的、生病的、心灵软弱的众兄姐祷告，求你使正在病痛中受苦的人病得医治，保守术后正在休养的兄姐复原顺利，满有元气。更求你看顾怜悯教会里许多身心灵正在受苦的弟兄姐妹，求你使他们身心灵兴盛强壮，使他们的痛苦得到释放，哀伤得到安慰，恐惧被移除，软弱得刚强。教会里的长辈众多，求主恩待他们，使他们在年老体衰的时候，依然能够过上满有平安喜乐、平静安稳的生活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将台湾的百姓、南洋教会的各项事工，以及众弟兄姐妹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恳求你的同在与带领，使我们都能活出合你心意、与你同行的美好生活。小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宝贵圣名求，阿们。请咱做伙来吟上言的诗。献诗391首，欧陆天殿主宰，因诗煞，请牧师来教导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借着你丰盛稳定，甲你的慈悲怜悯，就时稳赐
平安的上